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6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家人黄生今仔透早发现伫厝里过身，目前排除外力影响的死亡因素，详细原因搁在调查。有一个1岁外囡仔甲射粒球含伫厝里卡咧后无多喘气，落尾医生也宣判脑死，无败灵母也依照过失致死罪承办。今日安倍晋三带内阁总辞，自民党新主席菅义伟也接任首相职务，也公布新的内阁。新闻一开始，咱来看一条人生无常的新闻。公司台记台台记我上赞的节目主持人，也就是今年36岁艺人黄鸿升，艺名号做小鬼。今仔透早发现讲，伫伊的厝里过身。北投分局表示，老爸发现的时阵就已经无开啊。目前检察官也已经来检过，排除外力所造成的死亡因素，究竟是安怎过身的，搁要详细调查。艺人黄鸿升北投徛街，车辆是进进出出，也有殡葬业乌色的厢车开入大楼，准备载运遗体。因为16早起传出艺人黄鸿升伫徛街过身，各界拢真着惊。下晡当地派出所出面证实伊过身的消息，不过死因依然在调查当中。本所辗转的请士林地检署做刑事相验，以厘清死亡原因，不便来对外说明。民警表示，报案人是黄鸿升的爸爸，佮还原现场，表示伊爸爸平常时拢会约伊食中昼饭，早起11点25分去伊住的所在，发现后生倒伫个夜景外口，身体已经冰冷，马上报案。黄鸿升雄雄过身，享年36岁，捌做偶像团体完蛋婚了后，不止主持节目发行专辑、拍电视剧、电影。今年年初主持公司台语台实境教学节目《台语我上赞》的时阵，伊也表示家己自细就甲阿嬷讲台语，万搁将阿嬷的话学转来。你走的时阵，你会安尼袂？安尼。检察官受验完毕，已经排除外力造成，不过确实死因依然爱解剖鉴定。按算9月18日下晡2点半，伫板边进行解剖，进一步调查死因。记者综合报道。这月初3，海军陆战队咧进行操演的时阵，所发生树林船冰船意外，其中一名重伤的中士阿马勒道卡杜一直咧接受治疗。不过，伫今透早所发生心律失控、多项器官衰竭的症状，家属也同意放弃治疗，落尾也伫早起9点40分来别世。因为7月初3的苏家船冰船意外，重伤昏迷31岁海军陆战队中士阿马勒道卡杜，伫经过2个月的努力了后，依然救袂倒来。16早起9点40分，因为心律无平静，心息一直颤，加上多层器官衰竭，不幸过身。亲友甲海军陆战队知道消息了后，也是第一时间表达哀痛甲唔甘。对于阿马勒道卡杜中士他的英勇事迹，就是我们国军全体人员的表率。这个总统以及国防部各级长官都指示我们会做好全力的协助家属办理追进因公抚恤，还有后续的丧礼相关事宜。阿马勒道卡杜昏迷期间，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拢报告病院探望，所在人也部落族人是经由祝福卡片，也是教会祷告，希望伊早日康复。而迄天受轻伤的中士陈玉英在纪念孙一官兵陈志英的影片内底也讲到，因为阿马勒道卡杜甲陈志英2个人让伊才互伊成功救起来。一落水，我那时候是最靠近中士阿马勒乡跟志荣乡那边，对。然后那时候当下因为我一直喊救命，然后那2个学长就是因为吴永志下士吴永志也在前面，然后就是请他赶快过来救我。过去2个月的阿马勒道卡杜也把家己送开跳毒叶克膜，无想到最后也是传出不幸的消息。桥头地检署检察官下报告国军总病院左营分院进行详验，详验了后，遗体交由家属领回送回故乡屏东。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囡仔的意外，是新德县有一个1岁半的查甫囡仔，顶个月24去到灵母遐，却甲2公分大的球含伫喙里，却卡伫脑后无法度喘气。送到病院了后，虽然有甲物件夹出来，不过卡掉时间也已经真久无法度喘气啊。伫这个月14，医生也宣判脑死。这个负责顾囡仔的灵母竟然是无牌的，目前也依照着过失致死侦办。
救护人员赶紧甲一岁半这个囡仔送上救护车，伫咧车内进来急救。救护车随后开往马街病院。心理官这个一岁半的查甫囡仔，顶个月24，互人照顾时阵意外吞着大约2公分的弹力球，造成喘气困难，无气，失去喘气心跳。照顾的人发现，赶紧报警，甲人送病院急救。男童疑似欧卡，到现场后发现男童的保姆正在实施 CPR。9号人员接手后，发现口中有异物，因异物太深无法立即排除，即送往马街医院。医师经过抢救，虽然成功有把这个弹力球解夹出来，囡仔也一度恢复心跳。不过因为无开伤久，送入加护病房插管治疗，经过半个月的治疗，囡仔因为欠氧性脑病变，多层器官衰竭，医师则是判定脑死亡，加小手放弃急救。检经调查发现，这4大共顾囡仔的人无合格证照，伊继续地市方向侦办。对着5岁以下囡仔，专家呼吁物件爱收好，唔通互伊凊彩就摕到。孩子不是去诊所看病都要袋子嘛，8颗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水银电池玩的那个所谓的指尖陀螺。专家表示，囡仔脚的无细腻食到，包括洗七头面、土豆、糖啊、动身啊、药物等等。家长若是发现囡仔喙内底有物件，佫唔知是啥物物件时阵，爱赶紧送病院。心理官社会处是会这个共顾囡仔的人6000到3万块罚款，并且公布姓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假喙丸的问题，最近又搁发生国际贸易公司对中国进口假做是台湾制造，而且搁有当 MIT 供应的喙罨，却因为无医疗许可证卡伫海关无法度入来，刑事局也继续追查落去，也扣押20万块假喙罨，而且甲细数的负责人移送地检署。纸箱仔内底底一盒的喙罨，顶管还佫有印 MIT 的钢印。不过详细看产地，煞是中国制造的。刑事局15去新北市10指的海关会柜场，查扣这个叫做台湾制造的中国喙罨，嘛去涉案线所的女负责人引导搜查，一个查落才知影讲，伊伫个喙罨动骹手。为了谋取不法的获利，那竟向这个中国大陆进口医疗用口罩，然后再以钢印未标成 MIT 的字样。警方表示，这个51岁姓苏的负责人，伫咧新北市南口开国际贸易公司，进前是中国王老吉良地台湾区的总代理，却伫今年8月份改道卖喙罨，顶一日以1袋2块半的价销，为中国进口假做台湾制造的喙罨，其中10万块大人的喙罨，写讲有医疗用途。另外10万块是一般的儿童喙罨，想要以买价卖悬的方式来蹭利头，结果却因为无医疗许可证，喙罨就掉伫海关无法度领。卖口罩进大陆的，然后就是伪装 Made in 台湾。实际去公司登记的所在，警卫讲公司已经搬走啊，而且嘛超过3个月啊。警方表示，姓苏的负责人讲，喙罨是朋友拜托伊斗卖，审问了后，伊违反药事法，甲虚伪标记，移送地检署侦办。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了后，未少业者想要趁机会用喙罨来趁钱。目前到今，警方侦办伪造喙罨的案件已经有13件，查扣仿的喙罨超过51万块。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去检举讲，伫台北市西园路顶头的大树药局，甲菲律宾制造的喙罨揽入去徛名在喙罨内面。大树药局对外表示讲，是药师无细腻，甲家己要使用的喙罨带入去徛名在包装内面。究竟事情敢是安尼呢？目前卫生局也正在调查。卫生片当中，因看到徛名在喙罨顶管更新，竟然是 Medtech， 毋是 MIT。一名女老师提件补卡到大树连锁药局买5包徛名在喙罨，结果转来了后才发现，其中4包36片更印怪怪，甲喙罨工厂联络了后才知影，这是来自菲律宾。台北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启动调查。依据就是他们自己药局自行购买的医用口罩的数量，以及实名制的贩售数量进行后续的比对。那当然这个案子也已经检调进行调查。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去稽查时，业者第一时间表示，员工无适宜将公司配给第一线药所使用菲律宾医用的喙罨掺着徛名字来卖，有偌济数量，医院爱检查确认。事实上，这毋是第一件喙罨国家队出现问题。进前新北市家己公司就将进口337万片中国制非医用的喙罨掺入徛名字通路。另外，中华的和平公司也为中国进口一般的喙罨，重新包装成代替医疗用的喙罨。
我还是会怕说会有那种 Made in China 的，就是大陆的东西，因为毕竟疫情是从大陆传出来的嘛，所以其实我多少也会怕这种事情。仔细去看一下，要不然就会问那个店员说，这个有没有政府不合格的，他们就会讲。大邱伫公开自行观测站发出重大信息，表示因员工个人疏失，将家己用的喙罨卖予消费者。当事人目前已经暂停所有业务，配合主管机关调查。菲律宾美的喙罨是经过小数核准，有医疗器材许可证的医疗喙罨。公司毋是直接向美的公司买的，是伫合格通路所买，并且今日提供予同事工作时使用。公司已经将买喙罨的凭证交予主管机关。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国内疫情。今仔日国内又搁增加一个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位菲律宾籍的查某移工，伊本身无出现任何症状，是到台湾机场采检才检出致病。另外，政府规定香港因的徛名坐喙罨飘失，今日宣布讲要延后到9月24。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是一名菲律宾籍30多岁女性，因为工作在今年9月13来台湾，入境时无症状，由机场人员采检了后才确诊。同班机的接触者有19人哈，其中10人为前后2排的旅客，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根据指挥中心统计，今年7月26日，对着菲律宾所有入境旅客采取全部检查的做法以来，总共采检1023人，其中有17人确诊，入境的确诊率是1.7%。另外，也传出有6名对台湾登去菲律宾的移工，在菲律宾机场被验出新冠肺炎阳性确诊的病例。指挥中心已经赶紧列出在台湾接触者113人，包含头家、同事、朋友等，分布全台湾4个县区。因采检79人。那现在其中有23人的检验是完毕的哈，那这23人的核酸的检验，就 PCR 的检验跟血清抗体皆是阴性。李元丁17摆时开始实施的国产避免医用喙罨，香港因漂失政策，因为工厂物流加通路，这方面拢需要有作业的时程，也确定延后1礼拜来实施。要求所卖10名在香港因喙罨会对9月20开始卖，超商有卖部分是对10月12开始卖。最主要是一个标示的问题，标示的问题，所以我们怎么样确保这样的一个大家要去购买口罩，要买到你认为想要买到的口罩，那其实跟标示是有一定的关系。李民众入境检查医用喙罨，指挥中心决定以250片5A为限，超过250片就必须要申报。另外，考虑最近缅甸疫情快速上升，即日起加缅甸对中低风险国家移除，低风险国家新增加马绍尼群岛。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次卿 Crush 17会来访问台湾，不过美国到今拢无发表声明，甚至有工商团体代表认为，来官员若准愈大，台湾的谈判空间就愈小。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非常欢迎 Crush 来访问台湾，但是台美经济商业对话相关规划，目前是无方便来对外公开。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传出17至19会访问台湾，而且会参加台美经济商业对话。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碧芳正式有收到 AIT 的邀请，参加相关的活动。不过，却表示美国派的层级愈悬，台湾的本钱就愈低，这无一定对台湾有利。针对克拉奇访问台湾是感觉真烦恼。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讲，真欢迎克拉奇访问台湾，并无官员愈大讲会到愈少的问题。那我想这个合作没有。所谓的官越大要的越多，而且我们其实是非常欢迎非常欢迎这个克拉奇可以克拉克可以带这个团来访问，因为这是有史以来这样的一个高层次来台湾，那这个也非常有实质的意义跟象征的意义。王美花强调讲，台美经济商业对话相关的细节确定了后，会甲大家报告。那外交部长吴钊燮是伫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表施行演说，讲台湾已经解除美国猪肉甲牛肉进口的限制，搁一届呼吁启动台美 BTA 自贸协商。Our move will be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more comprehensive Taiwan-U.S. economic cooperation. We sincerely hope that these will open doors and pave the way for substantive talks on closer trade ties, including a BTA. 吴钊燮伫演说当中强调讲，台湾徛伫捍卫民主的前线，
中国以军事恐吓、经济威胁，还有假信息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台湾。不过，台湾会捍卫家己的自由甲民主生活的方式，对抗中国的压力。伊嘛呼吁民主国家做伙合作，以护共同的价值，自由一定会胜利。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正式确定无要派代表团去参加海峡论坛，不过亲民党甲新党犹原有派人去参加。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针对着国民党取消参加的行为，认为是台湾内部多变化的政治局势加生态所影响的，也强调讲因的勇士根本就无会失的声明。国民党确定无要派代表团去海峡论坛，但是亲民党甲新党犹原如期出发。昨仔早起拍黄色内裤带的新党主席吴成典，佮有拍柑仔色内裤带的亲民党党务顾问李建南，做伙出现伫桃园机场。代表亲民党不是去求和的，我是去寻求两岸同胞共同研究，怎么样找到一个和平的路。党中央知道你会过去海峡论坛吗？我是以台商的身份过去的。国民党前第6事务部副主任面对镜头真低调，等的是国民党一个真华人市长魏木春真欢喜翕相，甲以前真大团做伙去无共款。今年因为疫情，佮加上中国央视主持人李鸿求和的讲法风波，等未到会室的国民党取消出团行程。秘书长李乾隆佮摆表示讲，原本对方有写一份道歉声明，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讲，完全无这件代志，根本不存在所谓道歉声明完全不符合事实。这件事情出现这样的结果关键的原因是台湾内部诡谲的政治形势和恶劣的政治生态。国民党无要参加第12届海峡论坛，中国搞原因说服台湾的政治因素，佮强调海峡论坛是民间论坛，只要两方共同参加，交流合作可以继续落去。但民进党立委煞无安尼想。我相信可能悬崖勒马会比较重要，停止所有的参加才是上之策。我们听到民意，然后我们当然还是必须就是说，把两岸交流当作是重要的事情往前推了。那所以国民党的处境真的是比较艰难哈。国民党为了因应党内外反弹声音，无要以政党的形式参加海峡论坛。国民党前立委陈学圣是对代志的发展无感觉意外，因为伊认为国民党的决策模式已经开始咧转变，对方爱有感觉到。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新北市议会三读通过新北市强制拆除违章建筑收费自治条例了后，市政府头摆执行拆除业务。这2大违章建筑拢有公共安全记录，拆除的费用也会甲厝主收钱。其中伫咧淡水有一间违章建筑，竟然计93间的房间说服人，若阵发生意外，后果是不堪设想。套下的机具一直芳无休困，套房价间的壁是真值钱，一个早也无法度甲一面壁拍掉。毋过工人要拆，毋若这间房间，规栋拢是砖仔空的套房甲假房。因为新北市政府接到检举，违章建筑的面积差不多有1200平方公尺，煞价间计93间房间，恐惊有公共安全的疑虑，连拆除大队嘛感觉真罕见。现况总共是93房69位。那是属于我们这个在强制拆除收费里面的影响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的项目。那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原因现在做内部隔间的全数拆除。拆的头一天出动12个工人，按算20天至30天内要甲内部拆好了。这嘛是新北市议会今年7月份三读通过新北市强制拆除违章建筑收费自治条例了后，头一届依法拆除有公共安全疑虑的违章建筑，因若拆除的费用75万，嘛会去甲起的人来收。因若已经伫遮住10多年的厝卡，因为安尼爱搬厝，嘛感觉真无奈。我待了16年了，23大部分都是少年呐，45但是老阿伯较济，有时候时间都还不到。主要是房东人很好了，他真的是在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所以这样拆很可惜。很可惜，真的很可惜。除了1楼做店面来使用，2楼以上拢价经租出去，嘛有人替厝头家抱不平。不过因为有人去检举，新北市政府勘查了后，认为讲有公共安全的疑虑，所以决定爱拆除。因若拆除收到相关的费用，拢会纳入去市库统筹。记者综合报道。
伫中华园林阿宝坑的粪扫坑大场，伫这个月14所发生火灾。这几日也出动上百座的水车，到达火阁也未拍花。清洁队也请脚踏车来把内面的沼气排出来。虽然火势已经控制落来不过要完全拍花，恐惊阁要3-4天。几片白色的烟，搁真歹味。中华园林阿宝坑粪扫掩埋场到10日为止，已经拖烧第3天。消防人员用6条水线来处理，避免火拖烧对外口去。为着让粪扫场下底的沼气排出来，怪手嘛伫现场补。不过下底沼气的量实在是太济，山顶的水阁无够，清洁队甲消防人员无把握当时才会当把这个火拍花。看到有燃烧的部分大概300多，可能是因为它沼气自燃的一个现象。那后续的一个复育跟后续的灾后的一个复健，那我们会全力跟我们的环保局做一个配合。靠怪手翻覆之后，然后用水浇熄，那有开出防火巷，所以不会有燃烧之虞。附近的居民怨叹讲，住伫粪扫掩埋场边啊，逐工拢爱闻到臭味。即马粪扫场发生火烧，衫也唔敢拿伫咧外口，人嘛感觉真无爽快。哦，若无关起来，在拄则拢会是灰蒙蒙的。那后拢会无爽快啦，都会当下分解目睭拢流会流目睭。中华县环保局有做空气品质的监测，目前还搁伫会当控制的范围。它可能应该是在黄色普通这个范围，开挖可能瞬间有1-2个小时会有瞬间的高值，在 PM10 可能有比较高，可能就达到应该是以 AQA 计算，它可能就破了100的这个状况。中华县园林甲园园之间的阿宝坑粪扫掩埋场是伫1984年启用。2002年了后，就已经无收民生粪扫。园林市公所表示，粪扫场下底还佫有真侪沼气，便若过5年至6年，就会发生一届火灾。居民希望县政府会当提出解决的办法，唔通互因生活伫咧惊吓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日前发生意外的南投仁爱乡补改坝，管局表示讲，这个所在是禁止民众出入的。不过，就去互民众亚康讲，管局伫今年初捌行销补改坝廖客行程。交通部长林佳龙伫今日表示讲，相关的行程已经对网站顶头提掉，也会进行检讨。造成4个人死亡悲剧的补改坝水尾河层已经封锁，毋过甲真侪旅行业者网页开开，也是有补改相关行程。原来是管局今年2月份捌伫咧官方网站推出玉云武浦快乐树新生1日游的套装示范行程，包括补改地远看日出、溯溪等等的游程。虽然迄当中伫咧网页公布必须要经伫咧河层的打水机，毋过发现影事件了后，管局已经甲行程对网页提掉。应该是已经下架了，落实。这个安全的相关的要求，所以我已经请观光局联系所有的旅游业者重新去检讨先前推出的各种游程。交通部表示，经过了解，迄当阵这个示范行程是旅行工会反映讲，希望推出优质的深度旅游，所以观光局才结合在地部落推出示范游程。交通部会要求观光局专门清点检讨相关游程。观光局嘛已经发文给旅游业者，通知当地的危险性。因为现在这样子一个事故的意外发生，所以呢，其实下游的部分就是会去走一些像是河床啊、一线天的那个行程，目前我们就已经暂停了，因为那部分呢，其实现在那一区也全面都被禁止前往。业者表示，补改环境无过度开发，游客拢真介意。目前伫卖行程拢会配合观光局上新的规定，袂惊去河层，也是有溯溪活动，敢若带游客伫咧水头的步道，还佫有吊桥来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日本16早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由前首相安倍晋三带领内阁专员辞职了后，下晡的首相指名选举由自民党新主席菅义伟正式当选。这任首相的职务也公布新的内阁成员。为国会议员的宿舍行出来，日本自民党主席菅义伟用行路30分钟做运动了后，开始公务行程。当时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近日首相官邸召开臨時內閣會議，準備帶着內閣成員交辞職會。この間、さまざまな課題に国民の皆様と共にチャレンジ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とは、私の誇りとす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在开完临时会议了后，全体职员嘛献花欢送安倍。为了争取新的首相，日本国会下晡举行首相指名的选举，在众议院462票加参议院240票内底，菅义伟分别摕到314票加142票，当选日本第99任的首相。菅さんにもどうかその安倍さんの路線を引き継いでいってこのまま頑張っていってほしいなと思ってます。いろいろ安倍さんの時に問題があ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のないように、国民がみんな納得できるような政治をしてくれればと思いますけど。30名内阁人数内底，菅义伟首相增加一个大阪关西万部大臣，其像副首相外部大臣8人留任原本的职务，另外有3个人并选其他职务，5个人是新人，最后4个职务是过去内阁成员来做。其中原本的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因为过去做过副官房长官，所以接任菅义伟原本的职务，加做官房长官。而安倍晋三过后阿舅做囝的亲小弟岸信夫是出任防卫大臣。新的人事公布了后，新首相甲内阁成员嘛伫暗时去皇居接受天皇的亲任甲认证仪式，三个正式进入新的政权。记者林世东整理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到全世界疫情，全世界新冠肺炎的感染者已经有2950万人，死亡人数也已经超过93万人。印度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00万人，伫11天内就增加100万人以上。另外，伫西班牙本地有疫苗的试验者，却听到 Oxford 大学的疫苗有副作用，随要来退出测试的计划。新冠疫情到大要小媒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累积超过2950万人确诊，有93万5千多人死亡。确诊人数第2多国家印度，过去24点钟新增加9万多例确诊，累积超过500万例，有8万2千人死亡。9月初5到16，11天内印度就增加100多人确诊，为400万人欠悬到500万人，真有可能超过美国，成做全球确诊人数上侪的国家。也若疫情的重灾区美国，总确诊的人数超过660万人，要19万6千人过往。CNN 引用上新的医学网络研究期刊指出，新冠病毒真有可能去年12月份就伫美国咧传。研究资料发现讲，上早为12月2日迄礼拜，呼吸道症状通报去互医生看的人数就明显增加，比美国官方伫今年1月份头一届通报确诊的病例，还阁较较早1个月的時間。We're very close to having a good vaccine. We're within weeks of getting it. Could be 3 weeks, 4 weeks, but we think we have it. Johnson & Johnson, Pfizer. We have great companies, and they're very, very close. 川普10號參加美國廣播公司舉辦的市民大會，伊喺這部電管表示，疫苗可能會喺1個月內上市。佢講疫情無論安怎，早晚攏會結束。不過世衛組織的科學家史瓦米納上15講，注疫苗的人數愛有夠，達到免疫的效果，才會當恢復到疫情之前的生活水準。也若這至少要等到2022年。另外，英國藥廠阿斯特捷利康甲牛津大學研發疫苗。傳出有受試者疑似出現嚴重的副作用，嘛影響到部分自願受試者的意願。親像交生伫西班牙的試驗，都有一寡人因為安尼退出。Es que nos ha afectado en parte porque sí que es verdad que esta noticia de esta paralización temporal, que ya se ha reactivado el ensayo, pues hizo que voluntarios que teníamos ya incluidos en el estudio pues retiraran su consentimiento. 另外，德國嘛伫15宣布投入7億5千萬的歐元，差不多是260億的代票，甲國內3間藥廠合作研發新冠病毒的疫苗。教育甲研究部長卡爾利茨克表示，德國伫咧做疫苗的試驗，攏會照期工。這嘛代表大部分的德國人可能要等到2021年年中，才會當注到疫苗。記者綜合報道。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加巴林這兩個國家，15喺北京加以色列簽署關係正常化協議。美國總統川普歡喜看到中東的局勢對家己的選情有正面的影響，不過巴勒斯坦譴責這兩個國家背棄信念，就對加沙走廊發射火箭，以色列軍隊也用空襲來還擊。美國總統川普15在北京的南平草埔主持以色列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兩國中間歷史性的關係正常化條約簽約儀式，現場有200人見證在1979年埃及，也有1994年約旦了後，頭一擺有阿拉伯國家甲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This peace will eventually expand to include other Arab states, and ultimately it can e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once and for all.
阿拉伯国家因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侵略迫害长期处在对立，即摆签署的亚伯拉罕协定也无解决以巴几10年来冲突。阿联巴林依然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不过川普政府说互因基于反对伊朗的共同立场，先甲巴勒斯坦问题放在一边，先甲掌控区域经济军事的以色列改动关系，共无合作发展。离总统大选无到50天时间，这场外交大戏又搁为川普加分。伊讲家己为中东找到空前的解决方案，有需要更加侪国家的加入。I think 7 or 8 or 9.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joining us, including the big ones. I spoke with the King of Saudi Arabia. At the right time, I do think they will come in, yes. 虽然阿联甲巴林搁再讲，以色列未用进一步来并吞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是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不过巴勒斯坦政经无方通知，伊原感觉被出卖，谴责两国背弃信念，表示只有以色列撤出占领区，承认巴勒斯坦建国权利，才有中东和平。签约迄暗，巴勒斯坦加沙走廊地区连续对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南部透明是响着空袭警报。第二天，以军对加沙走廊展开大规模轰炸。讲炸歹10个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弹药库、工厂、地下设施，也有武装人员训练中心。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联合国上新的报告第5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内容也写到10当前全球150个协议要保育的目标，包括着爱保护热带雨林加酸雨带，不过大部分的目标拢是无达成的。亚马逊雨林是全世界上大物种上最热带雨林，伫最近几年常常发生火灾、大量错查，像印尼的阿蒙猩猩伊的栖地就被破坏，气候变迁国家人类过度的开发自然资源，全世界各地生态恶化，物种面临着生存的威胁。10年前，全世界150个国家伫日本爱知县签公约，设立20项目标来保育、防止已经知影濒临危险物种的绝种。伫即马这款目标，大部分拢也未达成。 Some of the most disappointing ones, for example, deforestation, especially tropical deforestation. In 2010, I think we set reasonable goals that we could have met if we had made the effort, and we haven't. 这是联合国第15发表的第5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上新报告。国外家讲，虽然结果无啥理想，不过会当互各国检视并且改进。譬如讲，虽然无达到目标，减少58%人错查量，不过伫过去10年比顶一个10年确实是减少1/3。About 1/3 global fish stocks overexploited already, and that is worse than it was previously. And if you then look at different regions, you will see that in about half of the fish stocks of the world, those that are well managed. From 3% to 7% of the marine areas that are protected. That's almost, not quite, 17% of terrestrial areas protected. 另外，伫俄罗斯北极地区第一遍发现冰河时期绝种嘅洞鱼的完整尸体，因为拢一直掉伫咧冰内面，所以伊的腹内、喙齿甚至片仔拢正完整，有可能会当摕到伊的 DNA， 为物种研究带来重大突破。伫最近几年气候变迁和永冻土氧气，愈来愈多冰河时期的物种被发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的抽沙船一直亲门大户，海巡署也决定要强制执法，甲靠岸的抽沙船卖拍袂掉。平湖地检署今头摆拍卖去年10月靠岸的2只船，拍卖的底价2只加起来超过1亿，所以拢无人来标。若船经过3摆拢流标，就会交予军方去运用。平湖地检署第一摆公开拍卖去年10月所查扣中国航机9969抽沙船甲中兴36运沙船，限定有台湾籍自然人或者是法人应投标，按过真实尊赏是观望态度，最后流标，会搁找时间公布第2标。如果说完全拍卖不出去的话，我们也经过法务部里还有台高检这边都有相关的讨论了。作为军方的靶船。好，或者是看我们的相关的公务机关有没有需求，那或者是集成变成人工鱼礁，对，那另外就是委托业者拆船，或者是弃置海洋。
这两只船拍卖底价分别是新台票9784万加4026万，目前拢被骗乌检方查扣当中，确出3摆拢邮标要交予军方做把拦这方案。只是这几年来，中国抽山船真猖狂，一直越界，海巡署也祭出铁腕击破。海巡署今年7月底才伫平湖调动大型船舰以水炮赶走，佮配合特勤队、空勤队直升机联合出击，查扣中国抽山船。海巡署统计，今年1月到7月底，已经赶走中国抽运沙船2988只，是近4年新高。今日海委会也以强硬执法宣示，杜绝违法抽山决心。记者综合报道。澳洲广播公司日前有报道讲，中国有一间数据公司收集超过200万笔全球重要人物的个人资料，但也逼出讲，也包含着台湾2900位有头有面的大人物，亲像是马英九、宋楚瑜、外交部长吴钊燮等等这挂人士。中共当局这几年武力分工真济，澳洲广播公司则报道，自2017年成立的新圳进华数据公司，收集超过240万笔全球有影响力人士的个资，建立数据资料库，传出甲中国嘅空军甲情报系统有关系。昨日美国媒体自由亚洲电台佮报道，其中包含2900名代级正常名流的个资，应分为7大类。譬如前总统马英九、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外交国安法界等人士，也有地方首长甲民代、科技界、民运甲学界甲娱乐界人士，甚至这人的亲人甲伴侣。内容也有 email 地址这个资，也有部分人士法定文件甲犯罪记录。民进党地委蔡玉仪、甲无党籍地委林昌佐太太，也是闪电集团团长的叶尚仪，也拢伫名单顶悬。他身为闪灵的团长，也是闪灵的代表人物，在国际之间的知名度本来就很高，我跟他都不会对这个名单有非常的惊讶啦。以想讲用安尼监控的就有办法达到嚇阻的效力。事实上我们才没在怕的啦。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辛炳雄分析，中共若想要发动混合战，干预网络言论，会偏向收集一般民众个资。这数据库较针对台湾重点情报甲统战情报工作有关系。针对一些统战对象，譬如说我们的一些政治人物，然后可能比较有可能会听中国的话等等之类的，或者说学校的教授啊，然后艺人，他最主要是要抓他们的人际网络，然后抓他们的这些动向他们平常跟谁互动。伊表示，为数据库应知影部分中应看出80%是公开资料，目前看袂出危险。确实有心人士对资料来分析，应整理出这人物的个性、人际关系、有关爱国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参众两院今日投票，新首相确定由自民党的主席菅义伟来接任。日本甲台湾的关系敢有法度延续安倍时期所拍的基础，继续台日优先的。有学者认为，讲菅义伟会继续替台湾加入国际卫生组织。不过，日本核在地区的食品出口、甲经济同伴协议，敢有新的进展，也是台湾甲日本就要面对的新考验。荷兰叫这是内伊娃欧吉桑，今年71岁当选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的菅义伟，暑假又失德，9月16就任，成做日本第99任的首相。宣告7年被高挂过安倍政权结束。菅义伟暑假伫咧安倍晋三2006年头摆当选总理的时，就被任命做总务大臣。伊也伫咧安倍任内做上久的内阁官员长官，会当讲是安倍非常信任的人。学者认为菅义伟就任了后，一定会继续安倍时代维持台湾和日本友善的关系，也会替台湾加入国际卫生组织。不过，在经济和贸易的这部分，也有一寡挑战。马政府后期或者是蔡政府之后，就非常稳定的，而且民间的这个彼此的感情也很好的。不过当然台日之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福岛县食品的一些问题，还是稍微有点障碍的。不过，台湾和日本这阵并不是邦交国的关系，加上日本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接受北京一个中国的立场，日本和台湾的互动常常白卡白手。学者认为，台日的关系若要深化，要安怎重新启动经济伙伴协议 EPA 的谈判，会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台湾甲日本的一个投资的保障这个协议，李马前总统先做一半，对吧？咱剩的这个一半，我都来继续无，就是台日会使来
签一个EPA，和咱台湾甲日本的这个贸易关系都较好。台湾是日本第4大贸易伙伴，去年去日本的台湾人就有500人次，对日本来台湾的人也有200万人次。台湾和日本也是印太地区重要的民主国家。随着暑假关期季就任，台日的关系会安怎样变化，也是各界关心的焦点。记者民进田玉水台北报道。为着要防止高丽菜大出还继续帮办的情形，农粮署今年采用管控育苗场菜栽数量，也预测70天后的产量。照目前来看，11月顶半个月可能会出现红色灯号，而且农民就要注意分散风险。为着掌握这高丽菜的面积，和产销会当平衡，农粮署去年8月份开始推动登记制度，农民若配合登记，都会有补贴。不过农民讲手续真复杂。所以今年改做统计种栽的业者，供应偌济菜栽，到9月初为止，拢总供应598万丛，已经达到警戒值。所以农粮署针对11月初到11月中发出红色灯号的警示。已经到我们合理面积的比较上限，那你如果说再超过的时候，就会变成紫灯。那紫灯的时候就是超量了，到时候可能就会产销会有一些失衡的一个状况。农粮署呼吁农民要注意菜种的情形，分散风险，因为11月份开始，关山甲平地的高丽菜产期会停塌。不过，分林种栽的业者表示，家己即卖卖出去的栽啊，甲去年同期来比，敢若有20%。业者认为讲，真正的高峰期应该是等天气反冷了后才会出现。今年目前气候也遮热哦，农民对种方面嘛，算也无作用药的。阮东行的大家也叫讲今年啊，较无晒人点。业者表示，天气热，菜就较恶种，若无人主文要买，农民大部分是袂种。农粮署表示，即届发布红灯，主要是要提醒农民。虽然今年到搭种的数量有比往年还佫较少，不过也是爱互农民量早准备，准则种的数量，尽量互产销会当平衡。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到咱的劳工，劳动部公布上新一季的无薪假统计，旅行业的无薪假人数比顶一期增加400多人，大部分拢是伫咧台北市。劳动部也表示讲，边境管制若准继续，国内旅游大月又搁结束，业者只好互员工放无薪假。大厅酒吧为一边徛趁到大个人客较少，进行装潢修理。最近伫台北市中心的商旅饭店，过去受到日本旅客喜爱，平均大房率拢有7成。疫情了后，就算落价接国内旅客，大房率加到3成。业者讲，虽然申请政府纾困补助，即阵无裁员甲减班，不过资金加是冻到明年。国旅在一般来讲都是3000块左右，或者到800块左右的价钱。那我们国际旅客大部分都是4000块以上的价格，这个价钱可能国旅没有办法接受，就算接受，他也不付我们的成本。台北市过去是挖去国际旅游型的旅客，疫情了后空房率真悬，真侪业者拢已经挡袂牢放无薪假。根据劳动部最新一期无薪假统计，旅行业所属的资源服务业新增加36间厂商，407人放无薪假，增幅是134.77%。休大业者是有34间500多人放无薪假，大部分集中伫台北市，拢是过去接待国际旅客饭店。边境继续管制，未少业者呼吁政府是法度适度开放。不过，观光局讲，即阵依然是以防疫为优先，所以也无疫情安全国家旅游泡泡的具体时程。不过，鼓励业者会用领纾困补助，趁机转型，亲像经营经济各旅团开发高端客户。因为国境没有解封所产生的艰困。的业者还继续在做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纾困了哈，当然我们也期待相关的一个转型能够尽速来调整因应，企业有企业的做法，政府也有提供资源跟辅导。虽然8月国内旅游市场袂歹，不过观光产业也是无好。根据证交所统计，8月台湾就市区观光产业业营收比去年同期衰退大约4成。劳动部分析，因为边境管制无旅行团入境，加上休热大价又过一段路，有了除了旅宿业、休大餐饮拢会受到冲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冠肺炎疫情退烧，中基的研究团队打着发表中和抗体的检测技术，只要智慧甲特定的蛋白质结合，就会当快速知影敢有染病，未来也通好帮助到边境的检测。
干那需要抽出一滴血超0.1cc， 而且甲特定的两杯剂结合，经过2-3点钟，就会当知影讲敢是感染过新冠病毒。这是中基大学研究团队上新研发出来的中和抗体检测技术，会当快速知影体内敢是有抗病毒的中和抗体。那这个的话，我们完全没有用到病毒本身，但是可以推算这个综合性抗体的效价，所以当然是在一般实验室就可以操作，那也比较安全。研究团队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人体了后，免疫系统会产生中和抗体，保护人体袂互病毒伫咧体内大量生脱，压制病毒感染。过去检测必须伫咧生物安全第3级的实验室才会当进行，检测时间真长，而且价效真贵，无法度大量体检。毋过透过这项新的技术，时间会当缩短，而且研究发现，体内中和抗体高度愈高，保护期限愈长。目前已经有研究报告显示，半年以来会当避免新冠病毒佫一届感染，未来会当做推动国际之间免疫护照的参考依据。如果他已经康复，具有保护性的抗体，他身上又没有病毒的话，他应该可以回去工作。所以这有一点点类似这个免疫护照的概念。研究团队强调讲，这项技术套组已经技术转移予先机厂商，未来会当量产应用伫咧新冠病毒的抗体检测，甚至是疫苗开发，也是抗体药物提选。针对已经解封的国家，会当量早恢复经贸交流，降低疫情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建设局长陈大田去phòng協調講，伊甲公務車當作是家己的伫咧使用。陳大田也出面駁回，認為私人肯定的油錢是開家己的，無排除會過偷翕的人。台中市長羅秀燕也表示講，使用公務車有一定的規範，也會了解敢有違規無。無論是上班時間載着家後辦私人的代志，也是假日載着狗仔出去佚佗，甚至到大學檢課，攏互人翕起來。所以，逼出台中市政府建設局長陳大田開公務車四個走，以示公器私用。對此，陳大田則拉親身來出面講，這攏是不實指控。即使在假日或者是在私人行程，我也都是自費油費，符合規範。這是一個有公道的社會，我將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來捍衛我的聲譽。陳大田強調，身為地下市以及首長，伊一向嚴守分際。伊講有這相片甲影片顯示，互人長期跟蹤，已經造成錯跌人甲動人的驚嚇，無排除提出告訴。而台中市政府也發出聲明，指出政務官無分假日24小時抬兵，並且依照規定，局處長公務車應看實際需要，家己決定停靠所在，互首長使用車輛用嘅專用借用。台中市政府新聞局長吳國偉表示，初步來看，陳大田並無違反使用規範。現在的公務車，它的規範是也可以就是由這個司機那政府的油錢。那另外呢如果說在有一定的情況之下，可以自己駕駛，但是必須要自己付油錢。我們會去了解有沒有違反規範有沒有自己付錢，那我們會勿枉勿縱。市長羅秀燕強調，有符合規範就無問題，若是無符合規範，會依法辦理。陳大田出身基層公務員，佇建設局經歷完整。羅秀燕也講，伊台中市每一條大路攏真熟，真受到伊的看重。另外，該推測建設局掌管全市各項公共設施，每年預算有上百億。即擺互人逼出這代志，無排除甲工程招標、擋人財路有關係。陳大田坦白講，建設局業務量真大，對着是毋是有人保護，伊無愛最終猜測。記者綜合報道。高雄市長陳其邁今仔日也特別去訪視旗山的金蕉園，除了要協助農民推廣台灣的金蕉以外，也要了解台灣金蕉銷對日本的情形。陳其邁也表示講，除了營養午餐均營使用，也安排高雄的大賣場收購金蕉，解決金蕉生產過多的問題。大喙食金蕉，高雄市長陳其邁10日去旗山金蕉園，因為最近金蕉介紹排期，除了要來為農民推廣台灣金蕉以外，也要將外觀真好的金蕉甲一寡加工製品銷往台灣上大客戶日本。部隊內底漏菌這部分，咱會當趕緊來處理吼，加營養午餐，這咱攏全面來用咱家己高雄在地咱家己生產的金蕉。日本它的末端的銷售價值1公斤是180，啊，中國大陸是100元。就農民或者是市府的立場，當然我們希望能夠打通國際的這個銷路。強調外銷中國大陸無好賣，價錢佫比日本差，日本才是台灣金蕉的外銷第一選擇。最近10年，台灣金蕉外銷日本為民國100塊一年，也佫有8531棟，啊毋過過年只剩6857棟。了後到了106年，只剩1058棟。好佳在這2年佫有回升，今年到8月份為止，已經有2951棟。
台湾香蕉在日本的这些所谓的中小学的一些午餐里面有机会使用到，让他们习惯台湾香蕉口感，以及台湾香蕉有区别菲律宾香蕉的这些风味。你不开放，你要安怎摇摇啊？咱过去嘛是有销大陆、香港、加拿大，或者是讲那个东南亚的地方的国家，结果咱拢无销出去。高雄市农业局代理局长解说，因为对日本的需求提供客制化、高打击当地小项营养午餐，这3年来外销日本才有回升。基山农会表示，台湾经济外销也是较无够，希望除了外销日本，政府应找出更较侪外销出路，改善台湾经济的外销困境。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环保局利用本所焚化炉边仔空地啊，设置非农地环境杂草管理的示范基地，嘛请志工来参与管理。若无使用除草剂，而且是使用饲鸡啊、种菜方式来除草，一年当中就会当生产上万粒的有机鸡卵。大门前这片菜园，往过是一片的杂草，占地差不多1000平方公尺的芳草农园，内底不管是青菜还是水果，完全无撒农药，是透过饲鸡鸡仔的毒涂骹甲草仔的特性，甲杂草扫了了。虽然收获无多，但是大家做啊就欢喜的啦。咁来做，唔是讲要赚偌济钱，就是大家见面讲哦，咱今仔日落成花那生汉高就欢喜的。我觉得我来到这里有一种回归土地，然后我也觉得我跟伙伴都这样的觉得啦。我们对这个地球，对这个环境，其实无形中在你每次来参与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地球、这个土地是有一些回馈、一些爱护。在鸡条这边，志工捡鸡卵捡甲真欢喜。讲饲鸡不但会使斗不臭，逐工阁有超过30粒的鸡卵通好捡。规年落来有上万粒的产量，卖出去会使当作农园的营运基金。大家都知道，这除草剂对我们环境啊、对土壤啊、对水质都有污染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在推广这一块，就是用生态的方式来管理杂草。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我们杂草得以管理，而且让这个土地变得更漂亮。为着要有这个成功的经验分享给民众，环保局这2个月拢总规划10场的教育宣导课程，招民众实际参与，体会生态管理的好处。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讲到今年的教师节，教育部除了会保养优良的教师以外，也会评选基层的职优运动教练。今年有7个人摕到运动教练奖，包括3届亚运冷式网球球的国手江元启，以及着去年带队去摕到世界青年棒球冠军的教练周宗志。9岁接触冷式网球，24岁夺得亚运金牌。江元琪27岁登来母校，家己3副国手担任专任教练。这11年带回征战广州亚运、连选亚运这国际比赛经验较基层，不过发现连冷式网球学生有变较少。少子化的关系，而且现在其实真的太阳真的很大，因为我们是属于室外的场地，所以是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是很吃亏的一个项目。基层冷式网球人口减少，抵抗压力，甲伊用差真多。江元琪讲，只要看到囡仔对袂晓，甲慢慢有成绩，也是真感动。伊对家己摕下今年的运动教练奖感觉意外。古堡加上青棒队总教练周宗志相关得到运动的教练奖，投入基层棒球20多年，培育真侪国手。伊强调，这阵带队沟通是真重要的。每一个选手都觉得我很凶啊，不管是在球场上或私底下都觉得我很凶。可是就这近几年，我自己觉得我在调整，就是可能多跟他们聊天会比较多一点吧。随上这20年来，周宗志伫私校担任球队教练，一直是校外聘任，总算当到校有亏。伫今年2岁摕到专任教练1职，即阵佫再得到教练奖肯定，会带了球队佫再拼一座世界冠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咱市有人的姓是姓停，停止的停，也因为咱市常常因为飞行机停飞，也引起众人的联想，甲一寡笑亏待。离岛是热门的观光地区，游客若来南市，大部分拢是坐飞机，不过特班拢客满，当地民众甲游客拢爱排候补。伫顶礼拜，南市机场航站候补名单的看板顶头出现一个正罕见的姓停，最后一个名是飞。
形容看就是讲停飞，伊讲因为天气，佫真正有一帮班机停飞。停飞，天气因素那个名字只是刚好，也是觉得有趣而已。原来岛上有居民姓田，是一位排湾族的警察。因某是南苏人，伊就缀伊登去南苏服务。因是两个囡仔，名最后一字分别是飞甲翔。摆一个飞机小宝平摊顶头，互人看起来敢若是停飞。在烦恼那个字的时候，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突然有飞机经过，有飞机经过，飞，觉得蛮有意义的这样子。原来前一班好像停飞了，所以人就会下来退掉这样子，后面讲，是不是我们这一班也会停飞？可是也没有。那跟民事有什么关系啊？没什么关系。田先生讲，伊的姓的来源已经无法度查，只是第一遍坐飞机排小宝，所以因为名，和大家伫咧讨论，也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6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4度。新闻的最后，也带观众朋友来到埃及看骆驼走小路，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仔工作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头家。今仔日是要叫我来教大家数字呢？我是袂晓啦。不过我会使来教大家一个词：数银仔汤。数银仔汤汉字写做数银仔汤，罗马字写做424。圆啊，汤汤，说第一条，圆第5条，啊第2条，汤第1条。烧圆啊、铺圆啊、食圆啊，是咱一寡节日的民俗。不过伫台语的语词里，有一款圆啊是袂当食的，就是烧圆啊汤。烧圆仔汤的意思是咧讲，为着猫咪即位，也是报工程的时阵，摕利益去甲竞争的人对换，互因退出，通互家己减少竞争，安尼就叫做烧圆仔汤。伫台湾较常听到的烧圆仔汤有选举甲报工程，不过选举罢免法内底有规定，选举若烧圆仔汤爱互掠去关。这叫做烧圆仔汤条款。无啦，水果是我种的。烧圆仔汤拢是为着大利益，才会足侪人唔惊代志逼空、宏乖、冒险咧请拼，有时甚至连命都无去，也是唔通安尼才好。人讲分袂平，拍甲29暝，意思是讲。咧分利益的时，安怎分，拢会有人感觉无公平。分到尾啊，甚至冤家相拍，冤袂煞，拍袂煞。
佫有一句俗语讲：选举无师傅，用钱买着有。是咧警惕台湾较早的选举现象，民众拢知影啥人咧买票，简单司法机关唔知。六烧圆仔汤、铺圆仔、壁空、车饼、分卖平，拍甲29暝。选举无师傅，用钱买着有。大家拢知影，头家我做人脚踏实地，骨力拍拼。拄着竞争的时阵吼，去甲人烧圆仔汤，我才无爱咧。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